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大家都知道水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喝水才会更健康吗？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您。现在为大家来介绍这位贵宾，我们欢迎宏威科技集团研发管理中心的副总经理戴子清博士。大家好，我是戴子清。很高兴在此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做一些有关于水的简介跟说明。欢迎博士哦。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就直接来请教博士。到底喝水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其实这个水在古代来讲，它是百药之王。那水到底有哪些重要性？很多我们大约只是来做个说明。是水呢多，你的血液循环好，你的养分跟你的各种像氧气啊、二氧化碳的运输、毒素的排毒也容易。还有它可以帮助我们减重。你养成喝水的习惯，可以减少我们的食欲，所以我们对吃方面就不会那么的有强烈的食欲感，可以帮助我们减重。那水呢，又可以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帮助我们的大脑。当我们在做各种想事情啊，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有充分的水，你的大脑的反应力会很好。然后也不管是这些，包含忧郁症啊，或者是一些情绪方面呢，也是因为水的减少。还有酸痛，我们常讲酸痛有很多的症状，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缺水了。所以水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太多的帮助。所以水真的是很重要。那博士请教一下，到底我们每个人一天需要喝多少水啊？这个没有一定的定义，除非是说，假设我们的肾脏都没有问题的话，正常是我的公斤数乘上30倍或到40倍。比如说我70公斤重，我乘上30是2100。一天呢，对我来讲，我就要喝到2100cc 的水。而我如果又去运动呢，那就额外再加量，这是大约我们喝水的标准。所以就是自己的体重乘以30到40倍这样子，然后有没有运动还是有差的。对，运动的话，你可能除了那些基本的水量之外，你可能要额外再补充运动所需要的水。那大家会讲说，那水我是怎么样喝呢？比如说早上啊、中午、晚上，或者是一次喝很多，这样应该是不太好吧？对，这样子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喝水是要有一个步骤，你不可以狂饮。比如说我一天喝了2公升，我一次就狂饮2公升，那我事实上是浪费了。我不要以为说，我就狂饮2公升，晚上都不用喝，就不对了。其实我们一天每一次在喝水的过程，除非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基本上一次喝水就是大约300cc 左右。因为我们的肾脏基本上一次可以处理你进来250cc 到300cc 的水，所以你狂喝，你只是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什么时候喝呢？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睡了一晚，我的水分流失很多，我早上起床一定要先喝个几百 cc 的水。我呢是喝400到500cc。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平均每隔1小时，我一定也是喝个250cc 的水。除了这些之外，那就是剩下饭前跟饭后。饭前跟饭后呢，我会各喝个250cc 的水，因为饭前喝水主要是借由水分进到身体，帮助我们消化液的产生，然后呢促进我们食物的消化。可是呢，在促进食物消化的过程，一定会用掉了很多水，所以我在饭后半小时，我还会再补充1次水。这是我们一天基本在喝水的一个大原则。当然了，睡前还是要先喝一点水。那其他如果你有养成运动的习惯，除了这些大原则之外，我只好
再额外再补充个可能500cc 的水左右，是，主要是这样。对，因为运动的时候流失很多的水分嘛，哈，所以再多补充。那其他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平均一点啦，哈。是的。然后睡前跟刚睡起来就多喝一点，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是的。好，那我们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的水啊，种类那么的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好的水呢？水的选择真的很重要，琳琅满目。我们一般在选水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很希望一个水它本身我喝下去的时候，不要只是纯粹的水，什么都没有，其实这对我们身体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个水喝下去，它里面可能有很好的微量元素啊，或者是一些矿物质啊，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喝下去，我们的细胞在微量元素的帮助之下，那些水才会在我们身体起作用。否则，那些微量元素不在水里面，我水喝下去，它其实在我的细胞里面比较难起到新陈代谢的功能。这就是我们选水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对，所以选择好的水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宏威科技集团有推出一种，就是叫做信息能石墨烯2.0量子滤水壶，而且这个滤水壶很不简单，竟然得到很多的国际间的这个发明的啦，或者是创新的各种的奖项的肯定所以这个滤水壶，我们是请博士帮我们做个介绍。这个滤水壶它的设计非常的全面性。它有很好的对水质的过滤的效果，一旦过滤完呢，它也会给这个水质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让我们喝下去之后呢，我们有微量元素、矿物质到我们身体，我们一整天细胞的功能才会有效的作用那比如说，它有好多层的一些过滤系统，那这些过滤系统呢，都是我们使用最好的让水的水质过滤不会有细菌、病毒、微生物的一个很好的过滤系统。那这些过滤系统呢，例如有这个离子交换，或者是活性炭，还有银离子还有目前最好的 KDF 的这个同心合金的过滤系统。除了这些之外，我把一个水完全过滤好之后，我再借由这个滤芯的后面的设计，我们再给这个水赋予一些矿物质，比如说从麦饭石上面给的矿物质，跟我们所给的一些金属比如说像钙离子、镁离子，那有了这些的一个搭配，进到我们的身体之后，我们的身体呢才会借由这些的帮助，在我们身体里面起很好的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个水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设计。那我们知道这个滤水壶它有19种的滤芯，对不对？而且它这种滤芯每一种都有不一样的功能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呢帮我们做介绍？我们现场也摆设了19种的不一样滤芯的滤水壶没有问题这个公司在设计所有水的过程，它很在乎的就是使用者，因为每一个人的体况是不同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喝水的过程中，能够针对他的体况做一些改善跟调整这是我们设计每一种水的特性的一个目的。比如说啦，最重要的像体重管理体重管理呢，大家就除了有水之外，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减重。可是我们体重管理有一些特殊的信息的功能，它在我们水喝进去之后，这个特殊的信息能可以引发我们身体起到这个不要贸然的就是吸收率太强，而造成我们身体肥胖的问题。那什么时候喝呢？我做个比喻好了，在中医里面有12条经络，我们都知道，晚上到9点到11点或11点到1点就该睡觉了那体重管理就是要顾好我们的脾胃肾，不要出事。那刚好在早上5点、7点、7点、9点、9点、11点，刚好是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肠经它运作的时候，所以你早上起来马上喝一个体重管理，配合中医经络的养生原理，这样子刚好对我们的身体就起到了很好的调整作用。这是设计的目的。那当然，现代人所有的疾病的元凶是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所以呢，我们对于三高这个最
所有慢性疾病的元凶，我们有设计这个高的哈，这个高的这个性习能的滤芯的水。那这样子呢，对于一个有三高的人，我们借由这个它的特性，然后让一个三高的人水喝下去之后，在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做一些调整跟帮助。那这样子呢，长期下来，他以后发生慢性疾病的问题就会很少。然后最常呢，现代人最在乎的也是叫发炎反应。人动不动就发炎，一点小事就发炎，生气也会发炎，吃个饭都会发炎哦。我们吃每一餐饭，身体就会发炎一次哦。所以你常常吃饭吃得多，也是发炎的多。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像这个清火通畅这个消炎止痛啊，就减少发炎反应的这种水，你喝下去之后，它改善你。帮助你减少身体的一些发炎反应的，应该是说调整发炎反应的发生率。那这样子呢，对我们身体就会有很多的帮助跟调节的益处啊。所以，因为有19种功能，这19种功能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这边跟各位说明。总之呢，借由水的设计，它是量身定做啊。我们不像一般市面上的水。哎呦，你不管是谁都喝这个水，那这样子就没有量身定做啊。我们呢，对于不同的体况的人，让他喝不同的水，对于他那个体况起了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调节体质的功能。那这是我们当初设计的目的。所以呢，希望借由这简短的说明，能够让各位有所了解。我大约在这个部分就先这么说了。好，谢谢博士。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精准医学当道了哈，你真的要精准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去喝适合自己的水。所以这19种哇，其实我看一看里面有很多什么体重管理啊、自补强身啊、去除敏感等等，我觉得我自己都还蛮需要。但是可能就是我要先找比较适合自己的啊，然后用那个滤水壶来喝，对不对？是。好，那想要请教博士，这滤水壶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滤水壶，那我们宏威这个滤水壶跟市面上其他的滤水壶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这个滤水壶它有几个基本的特性啊，我借由这段时间大约提一下。本身呢，我们这个滤水壶它本身有性习能的功能。什么叫性习能？我们性习能就是指它有远红外线跟生物讯号啊，这种生物讯号在我们身体产生作用，我们把这2种功能就叫做性习能。这个是我们跟市面上最与众不同的。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过，量身定做，不同的体况会让你选用不同的滤芯来喝这个水，而不是市面上不管是谁都喝那个统一的水啊。那这个是我们的特性。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不用插电，你要去旅游你就带着它到哪里，你要去露营，你要去玩，你到山上你都带着它。那你就比如说你在山泉水，你就用山泉水就倒进来，让它直接经由过滤，然后过滤了，你直接在山上就可以喝了。因为你到山上最怕的就是缺水嘛。可是我们在爬山的过程，你光喝水是没有帮助的，因为那个水没有微量元素，没有矿物质的帮忙，你在爬山的时候那个水比较不能帮助你在应付爬山时候的新陈代谢。这个就是我们产品的很重要的特色。哇，所以就是里面有信息能石墨烯，然后它又量身定做，哇，所以其实它这个商品真的是大家如果可以体验看看就会知道了哈。但是大家会想说，哇，在这个竞争这个市场很竞争哎，对，这滤水壶这个市场非常竞争，但是我们宏威这个商品为什么它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有些人会认为说，好，那你跟我说这个有效。比如说可以体重管理，那到底我喝了是因为我自己瘦的，还是说它是真的体重管理，然后可以消除敏感等等那些我们觉得说它可能会有改善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去证明说，它真的是对我们这个有改善的这个方面会有帮助呢？首先呢，我先大约提一下哈，公司这个产品的特色，我们有这个石墨烯，那这个石墨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呢是。我们在产品里面有石墨烯，我们的水本来就已经有远红外线的功能，又加上石墨烯，石墨烯有辅助加强远红外线放射的功能哈，所以我们也有去送测哈，它的确有辅助加强远红外线作用的功能，这个是我们的产品。
那你提到呢，它有哪些实验呢？我来给各位看一下哈，它的一些实验的结果。我们用的实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植物啊。我们现在给各位看一张图哈，这张图很特别。这张图的目的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的所有产品的信息能来自于中草药所截取的信息能，然后来作用在产品上面，然后我们喝下去。植物的信息能为什么可以让我们喝下去而对我们有用？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看得出来，植物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我就是动物啊，我有细胞。我们最大的差别是植物它本身有叶绿体啊，它有叶绿体，它有液泡，我动物没有。因此呢，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我动物不行。但是呢，我们撇开这几个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它的 DNA 跟它的这个基因构造有很多雷同之处。所以呢，植物呢，它有很多雷同跟我们动物细胞相同的 DNA 的设计，因此植物本身就有一些特殊的生物讯息。这个生物讯息就是它启发了它自己植物的功能。那我们呢，借由它这个生物讯息，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动物的细胞上面，这个生物讯息也可以启发我动物细胞上的特殊功能。所以呢，我们为了要确定一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确定你这个水有信息能吗？那我们人类喝下去，的确做了很多调整体质有益处的事。可是呢，你看到我好跟不好，是我自己说，我好舒服。你看不到我里面很舒服。我们干脆找一个不说话的东西来做个实验给各位看。那我们就用植物来做实验哈。我们各位看一下，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植物本来就会开花。对。那植物呢，它为什么会开花？因为植物里面它的细胞里面有 DNA。所以它的 DNA 一旦运作之后，它就会启动植物开花。那我们的这个远红外线跟生物讯号变成信息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启动我们这个植物里面的 DNA 的运作。那你一旦启动之后呢，它就会开花。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个实验，很好玩。我们呢找了2个玫瑰花，曾经开过花。我们为什么要曾经开花？是要证明这个实验的精确性。它枯萎了，玫瑰花就枯萎了。我们就准备了2杯水。1杯水就是一般的嘛，你可以用水龙头水灌一灌就放下去。那另外一个呢是水龙头的水，我倒到滤芯，这个滤芯呢，水出来以后，我就放在另外1杯。所以这个水我就说它是有信息功能的水那这个水就是一般水，我就把这2个已经不开花的玫瑰花就放在这2个水上面。经过了数个小时，我发现2个玫瑰花本来都枯萎。结果放在那个有信息功能的水里面，这个玫瑰花又打开了，又开了。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定，事实上我们的信息能水的确对植物产生了影响。它不会骗你，它直接笑跟哭就给你看。我们人还会演戏，明明痛苦还要演戏的给你看，我很舒服。但是它不会演戏，它直接开花就给你看。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很确定、很有自信的将这个水的东西就可以喝到我们身体，然后呢，利用植物的它这种信息的功能，也来启动我动物细胞、人类细胞的信息功能。所以对于我的体质调整跟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赵博士这样讲的话，我们在植物就是玫瑰花方面，它是 OK 的。所以在我们是动物嘛，人身上的话，它其实也是 OK 嘛，也是 OK 的，是的。所以这个是人类科技的伟大，因为人类的生活不断的演进，我们要在这么糟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人类宏威科技的很好的研发团队，在我们谢创办人的领导之下，他花了将近有7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这整个科技的原理，然后运用在商业上。那运用在商业上，无非就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借由一个好的水，带给他好的生命体。那他在这么不好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减少慢性病的发生。这个是宏威公司他在做各种设计，他希望全人类能够因宏威而永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这是我们的宗旨。
所以宏威这个2.0的这个绿水壶啊，真的得到很多奖的肯定哦。是的，是的。对，所以是不是请博士再仔细一点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个介绍？好，那他得奖的肯定哈，我这个刚刚因为已经跳过，比如说我大约，你等我一下，我大约找2张他得奖的肯定哈。对啊，而且都是有这个日内瓦、马来西亚等等的，都得到金牌，还有特别奖，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国际在看一个产品的时候它一定是用逻辑跟科学的观念来想你对于产品诠释的合理性。那因为呢，我们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产品的合理性呢，它很能接受，而且这个评审也自己喝了，所以他也有感觉。那这种感觉是因人而异，可是呢，评审真的有感觉，所以呢，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产品的特色得到评审的青睐，所以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发明奖的参展上，我们就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得到马来西亚你看这个2个特别奖然后呢，我们参加首尔的时候，也因为这个水，让我们又得到特别奖，很重要的大会奖。所以呢，我们只是要跟各位说，一个好的产品，放心，一定会经过国际间的评审来肯定那我们也有专利那这个专利呢，一旦出来之后呢，也得到专利评审的肯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各位可以很放心的饮用它，没有任何担心之余。对，没错。所以除了有奖项来加持以外啦，那我们当然就是宏威啊，长期以来它这个信誉是很受到肯定的。是的，是的。对，而且这个信息呢，也是我们这个宏威这独家有的，是的，对不对？别的地方没有的，然后再加上石墨烯，哇，这个我们这个绿水壶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是的，对。所以民众可以透过我们的绿水壶来把我们的健康顾好嘛？可以，因为水是万药之王当然我们要有很多好的养分不管是在一个好的保健品，跟你使用了一个很好的辅具之类，还要好的睡眠。但是呢，在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最重要引导我们所有保健品的运作，一个好的辅具能够在我们身体起作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媒介，这个就是水。这个水一定要是好水，它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了很好的媒介作用，那你吃进去的保健品跟你使用的各种辅具，才能够有效的在你身体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的慢性病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是一个好水应该要有的特性。对，没错。其实我们吃很多东西都不比这个水来的重要，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要喝水，所以水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喝到不好的水，其实会生病。那我们喝对水，其实会让身体很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最后还是请我们的博士呢，帮我们针对好水，民众应该怎么样透过好的水，然后让我们更健康呢，来做一个结论。好，我给各位看一张中医的经络图我们用中医的经络图来做个结论。好，水到底要什么时候喝？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大原则嘛那这个大原则之外，我也可以遵循中医的方式来喝我比如说做个比喻我们到了这个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经络呢是在走肝经那走肝经呢，就是我们晚上睡觉对于肝的改善很重要。这个时候我可以喝一个苦尽甘来的性行能水，因为苦尽甘来的性行能水，不管你肝好不好，我们永远都要保持肝的健康嘛。我不是因为说我肝不好就喝，肝好就不喝，不是我也可以肝不好，我可以利用苦尽甘来的性行能水来注意预防我的肝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刚好呢，又配合中医的经络是在晚上大约你看这个1点到3点的时候，那我呢，我在睡觉前就喝那这个水在我身体留存的时候，1点到3点，中医在走肝经络的时候，这个苦尽甘来的有关于肝方面的性行能水，真的就在里面跟着经络也起了作用。那我们可以利用你在中医里面不同时段的经络的运行，我们来选择不同特性的性行能水来喝，刚好在那个时段喝，那效果更好。不过呢，你就算不在那个时段喝，你平常在任何时候喝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你如果这么的注重，你把中医的理论看得这么的仔细，你这么的相信，那你可以配合中医的经络来喝水，这是一个好方法。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博士哦，让我们了解到水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去喝好水，而且真的喝对水了，你的健康呢真的是会有保障的哦。是的，是的。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戴子清博士，谢谢你，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喽。